當我走落去瑜伽室嘅時候，我會提醒自己點解咁熱愛教瑜伽。我會準備瑜伽墊、瑜伽磚同埋瑜伽輪，所有物品都係用心擺放，每一個用心嘅細節都能令瑜伽室更加舒適。我會開香薰油同着 Soso Yoga 嘅燈光，瑜伽室瞬間變得溫暖同埋平靜，準備好迎接學生。教班前我會先熱身。今日我會教用瑜伽輪練習倒立，所以我自己會慢慢專注咁練習，提醒自己力量係由持續嘅練習建立出嚟。上課嘅時候，安全永遠係第一位。倒立係一個具挑戰嘅式子，但當我見到學生願意相信自己，然後成功倒立嗰一刻，真係好神奇又好感動。我熱愛瑜伽，也熱愛教瑜伽，能夠陪伴學生一齊走過呢段旅程，真係我人生其中一份最珍貴嘅禮物。每堂瑜伽課都會以 Om 同埋 Namaste 結束，以感恩嘅呼吸完成今日嘅練習。